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老师阿成，今日要甲你探讨烟仔花的故事，烟仔花独立册店的故事。因为这是一个牵涉到我的品牌甲我自己的新闻，所以这是一个社区新闻，所以我一定要出来解说一下。伫这部分，大家会当看，伫11月3号6点31分，阿宪的卖奖页又主动传讯息给大家。这边特别讲一下，公开卖奖页的信息并无违法盗领过的理论，佮有妨碍秘密。因为阿宪的卖奖确实是侪人所管理的。伫东港你嘛会当看到伊这个亲身邀请我去。11月6号，伊佮有主动传信息。这篇佮有讲到烟仔花讲希望赞助嘛，讲希望支持台语。唯一无讲的就是爱心注文。11月12日，我甲阿宪有见面，伊佮亲身互我名片，佮讲一摆欢迎我去烟仔花。对外公开的时间是爱注文的，定有好朋友来，会带领食物佮饮料。我根本毋知要讲啥，毋知是啥，嘛毋知为啥面半暝咧来。我真正顶一转都是先去印尼的餐厅。伫11月13暗时8点20到烟仔花，8点20半暝，龙昌册店有开到9点半。生活好好有伫咧故宫顶馆写爱注文，天呢是嘛是讲到9点。开一个店家做生意，5岁8问的人客拢有，无开几种店，看到青分的人，马上就要坚持时间开工，这是需要训练的。但是对于册店的卖奖也根本看袂出来是需要注文的。小介佮讲一个欢迎随时你来的文章，这篇有侪人替我回应，感谢各位，感谢主上，因拢是替我回应的台语界的前辈，佮有马路口，非常感谢。这因为敢有伤害到人，敢有你讲的遐严重，伊这个行为对象是我，所以我袂爽。事实证明，白起嘛承认我并无做毋对啥物代志。而且伫11月15号，阿宪检署地检署的 live 嘛承认白起因为常常互警察办查，警察常常误会伊是逃走的跨国，伊讲伊才会生气。如果我下警察查落来，互搬查的话，我才有证。所以事实证明，阮并无做毋对任何的代志。一个人会当因为袂爽，一开始欢迎你去，当讲个加好声好咧，甲你交代，过两工饼盘甲你抹乌，互你合作对象拢来问你。阮爱印尼文化，伫我人生一生当中拢有新台湾妈妈的纪录片甲创作。阮嘛有办过新台湾妈妈电影的座谈。一个人心内无其实，为虾米会对这件代志遮生气呢？阮主动讲印尼甲英语，阮并无讲白庆是单人阿的人。上支持新台湾妈妈的 DPP 妇女部、DPP 国际部安尼的人来接信赖台湾斗六分会的会长、劳建国委员竞选副总干事，安尼敢好？我上意爱的每一个来台湾的新台湾妈妈，单人阿甲台湾每一个国家无啥人搁较高尚。国际上颠倒知影新加坡较赢咱台湾，这出 live 因嘛知影家己讲着话，暗时随台调。你自己到我们的服务处来。道理册店即马搁变好不出？也没有跟我们先讲好。那我们等下拍听，你要会道理册店是你开的，你来就来，我创啥？好啊，林刚你来。工厂是一个公共场所，是私人空间的。那你来了，那细菌好心的就是在招待你。那你走进来跟他讲英语，跟他讲什么印尼语。人家又不是那样的国家，所以你找原住民就讲原住民的话喽。是啊。那这种东西是你自己的幽默，但是又在别人身上。当别人觉得你跟人家讲英语，然后再对人家歧视讲英语之后，那等情侣之间讲台语的时候，还要讲台语，就这样非常的不对。那你如果在一个公共场所，你要推母语的很好，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跟别人对话嘛，是那样不舒服的事实。就像咪兔一样，你就不舒服是事实。认清事实。因为白庆英语无好自卑，所以袂当讲英语哦。二，因为白庆其实东南亚国家常常互误会办查，所以袂当讲东南亚任何语言。三，一间独立册店会当因为个人的袂爽，过当讲写文章抹乌，佮讲这是言论自由。四，白庆伊家己嘛承认这件代志从头到尾拢无毋对，只是袂爽。五，这个团队是信赖台湾分会长，劳建国竞选副总干事，我感觉真烦恼。六，生了无水无缘投，请你莫去烟仔花册店。其实这件代志嘛，毋是烟仔花团队乌白抹乌的第一届啊。因去纪念馆边啊，女性的人鱼喷食的灵房，传统的名来探暴力，无法度理解。摇着历史文化甲两性的议题的大旗啊，限制地方青年大标签来攻击对方，
规个文章看袂出是真心要希望店家改善，还是想要制作对立。可惜我较早去投你一票。第一，我无要出来选；第二，我无要帮任何的政党攻击；第三，我嘛无靠这地方的政治人物实情有啥物政治的目的甲意图通讲。颠倒看这个跳梁的小丑啊，应该讲的迄篇落落长拢讲了啊。控方虽讲家己言之条条的指控是咧甲店家讨论，只不过是转地方妈妈意见，佮讲家己是一个普通人，欢迎大家讨论。但是派人讲你是啥物咖？这一类的人敢讲拢是张英的人，啊！信了台湾分年分会的中良地主，佮是啥物人？政党政敌就攻击对方，大方地嘛无啥咧。上内底食的是水饺，心内想的是阿嫂，哦，实在好食呢。笑死！牛爸爸比你搁较老，你这个女权，大家家己看吼，实在是真歹，甲胸孔甲色情想做伙，请问公开是毋是会当饲你？若毋是，是毋是一种歧视？若是，佮甲色情有啥物关系？用有色的眼光看，啥物拢是色，拢是想象。用历史的分界来欣赏，就是处处充满着历史的分界。有一大堆自我维持的理论，啊，都出单纯的代志，颠倒是你咧添乱好无？你确定是为在地咧发射？了做这，我定定去斗啦。你若无学过辩论的话，我个人建议你嘛是点点就好。叫恁遮的政治人物来舞，大概拢舞甲乱七八糟，一只蠓仔馆，别人舞的，恁意见搁一大堆，人至少有互外关系的人惊去要分零，惊你遐零有无零有可怜的分零。啊无你出钱，你来创看卖，你看你创了有偌好？看到你这个回应，这篇毋是政治力量对立来发的文章，看起咱等下分零，甲一寡物件带转来，互分零进步的店家，恁无好好啊，甲关公无好，只关心这种问题嘛是真切心，哪车拢共款，那亲像选举时间要到啊！哦，少年头家真正真有心，伊对老的物件真正足有爱，若毋是真正介意遐，哪有可能等下分零拍拼？充满精华的场所，甲俗米的小食面，牛是上无辜的啦。正做一个三不五时就去台美用餐的人客，看到这篇文章实在是真想无的所在，提出一寡想法。看这个物件的角度，是因为个人的价值观来无共。文章讲到的灵牛其实是一对灵牛母仔囝，伊是较早少主巴比牛灵粉所发行的。每一个翁仔拢有一个编号，进前去台南小食部用餐嘛，看到编号100外号的。就是讲，这个发行的数量至少嘛有几百只。第一摆看到灵牛，我就感觉非常有古早味。我嘛伫咧台美点饮料的时阵，拄着几个来用餐的阿姨，看到迄只灵牛，就请我介迄个翁仔来翕相，因为佮我讲迄是囡仔，因拢是啉这个品牌的牛奶粉大汉呢。看起来落选了，真正真赢呢，投互你2届，算我青梅啦。感觉你会当甲月娘阿姊做partner，恁2个人互人的感觉实在是伤强咯。婚姻无因为恁这种人变得较好，颠倒愈歹，逐工舞这意识形态，而且是无逻辑的意识形态。连大年的灵牛拢爱叫啊，应该是性别教育各有未尽之处吧？人无选调是好好牺牲改变，伊是开始商标，然后开地图炮。结论：伊阿辉讲支持台语，但是无尊重新台湾妈妈的语言，看起来嘛是讲的。白起无违法，嘛无做唔对任何代志，只是袂爽。伊阿辉团队上支持言论自由，所以大家嘛会使对伊袂爽。大家做伙来袂爽。你若是生活袂爽，就会让去伊找伊阿辉团队。爱台语只要500块尔，足俗的，差不多是242万的印尼盾。回来厝这只灵牛嘛是无辜的，#灵牛无辜。